落了后，有的庙会办抢头香，或者是分钱宝的活动，有的甚至有机会摕到纯金的钱宝。医师提醒，过年若是食团圆饭，要注意流感甲胃肠炎等等，较会烧坏的镜头。29暝传说，其实台湾嘛有家己的故事，甲各地百姓也佮有一只狗有关系。所等的新闻内底讲，互你知。各位乡亲平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6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仔日是29暝，嘛是围炉暝，想祝大家新年人团圆，万行拢顺遂，每年马上大赚钱。这讲到围炉，大家会食啥物咧？有人因为厝内有款拜拜，家己煮，透早就拼去菜市啊，嘛有人是订桌。真侪总铺师拼暝工传好了的，都是要互民众下午早顿围炉。另外有医师嘛提醒，过年食团圆饭都要注意流感、甲胃肠炎等等，较会烧坏镜头。几百万度用的大煮鼎烧气是一直冲出来，当在空气刺激。另外一边代表年年春的龙虎斑鱼，一般一般放入去人床，准备要吹。对29暝正日暗暝暗时10点外开始，高雄福鼎金宝安宫头前30个人分工合作，代表民众注文的围炉倒菜。热食的部分都会成长1至2成左右，总共有3个点取餐地点，加起来应该在2000份左右。对报名是一直无用到透早，主打传统古早味的菜色，包括乌鱼子、鱼翅冻啊、含油饭等等。虽然介绍受到食材起价影响，一寡已经调起，但因为真方便，订单是比去年增加1成到2成。屏东的菜市啊，同款是闹热滚滚，民众买花来增加过年的喜气。店家包装的手是无停过，另外青菜、猪肉和海产档拢出现排队的人。尤其过年吉祥菜色的当年菜、好彩头的白菜头，拢是民众来采买的重点。好彩头是很多人买，新年快乐，生意最好，卖了第1名。不过过年人团圆，南来北往，第一线诊所的医师发现讲，今仔29暝迄天的早起来看医生的人数，都是平常时的2.5倍，呼吸道的病上侪，内面差不多6成拢是 B 型的流感，另外等胃型感冒都是等胃炎快速增加。在看诊当中，其实有一小段时间里面，连续看到好几个肠胃炎的病人，然后有5个完全不同家族的人哈，同时都出现肠胃炎的症状，然后来诊所挂号。那共同的症状大概就是腹痛，然后恶心想吐，然后有腹泻的情形的状况出现哈。另外，医生嘛提醒讲，伫日本和南韩分别有流感和诺罗疫情升温的型，越南等病毒7亿型疫情嘛，佮创新高，民众出国伫外口，拢要加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下回除了围炉，食饱了后，有的人会去庙会拜拜，有的庙会办抢头香，或者是分钱宝的活动，有的甚至有机会会当摕到纯金的钱宝。围炉当日，真侪人规家伙仔到庙来拜拜，暗时除了规家伙仔团圆围炉，围炉暝也阁有一个真重要的活动，就是等主时开庙门抢头香。云林西里福兴宫今年按例举办抢头香活动，将会有不少民众来参加。今年桃园的状元哈，我们有一块纪念匾。那另外我们有现金奖是9999，就是跟我们的美金红包都是加码到9999。所以呢，过年抢完头香，我们预计12点抢头香之后，我们就会来发送这个太平妈加持的开运美金红包。庙方表示，无抢到头香也无关系，庙方准备9999包的1块美金开运红包，互民众新年会当添好运。另外，发政府活动也会吸引民众排队来领。北港武德宫准备的政府小红包，随机南字纯金金币，民众点点也是春节发放活动，拢有机会抽到纯金钱物。阮有甲300包的这个金币咱这个放入去咱这个20万包的这个钱母小红包内底面。台中南天宫今年围炉暝开庙门了后，同款有发放50块钱物的活动，有计甲往年同款现场人会排甲真长。要做这个头香的活动，那活动以后我们会有这个发钱母的这个开始的一个活动。庙方表示，去年春节有准备3000份的钱物，也毋过真无够，所以今年增加到1万份，希望互更较侪人摕到这份新年的祝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各位乡亲，咱做回来关心天气，因为东北季风到位，北部会变较清冷。
安尼会寒到差不多初3，各地才会回温。也若交通的方面，今仔日高速公路要算好走，不过为明仔初1开始，可能会出现回乡甲行村的车阵，建议会当先了解路况，再来出发。一透早，北部的天气是明显转凉，民众去公园散步嘛，都爱穿厚的外衫。2月16、29暝，东北季风一步一步落南，后半江北部到东部的天气，大相对多云转乌阴天，温度嘛降。初1、初2这期间，台湾一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。整体水汽比较多的话，是在明天初1的时候，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雨，特别是在桃园以北、宜兰、花莲，可能会有比较长时间，就是持续性的降雨。对29暝中昼过后开始，东北季风到啊，北部东半部分量增加，出现小可短暂雨。初1的水汽搁再增加，中部的山区有可能出现小可落雨，一直到初2水汽减少，天气才慢慢啊回稳。另外温度的部分嘛同款，初1、初2影响较大，北部上悬温18度左右，低温差不多是14到16度。初3东北季风减弱，北部的高温回升到20度，但暗时的低温维持15度。另外，高速公路路况的部分，到16下午1点，国道全线的交通量到38.800万车公里，高公局预估规天的交通量会到92万车公里。对17初1开始有可能出现早春的车潮。北部地区首先要注意国1南向的杨梅至头份，以及国3南向的中和至关西，车流预计会集中在早上8点至下午的5点。另外，国5南向的部分，预计早上6点开始会有出现车流的部分。高公局提醒讲，包括国1油梅到新竹、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、国3土城到关西、快关到雾峰、国5南港系统到头城、国10鼎金系统到燕巢系统等等，拢是重点会踏的路段。建议大家尽量莫伫个尖峰时段出发，省家己宝贵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新增的期间，因为中南部较好天，真侪民众拢会去遐行踏。根据统计，登访率上悬的是台中市甲嘉义市，拢超过6成。全台湾平均差不多是4成外。即马各地新增的市集拢小煞开始啊，按说会带动观光的人群。店内拢无位，早顿去食是1分接1分。10几个员工是接咧包便当，来家己旅行食一碗在地好食面。鸡肉饭是真侪人第一个选要食的，就算是29暝嘛是同款。东北季风或是比较湿冷的，对，所以这边天气蛮好的。哦，而且很久没来嘉义了。无想要踮伫较冷的北部、中南部天气较好，民众出去佚佗的热度嘛升温。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到2月13，全台订房率超过6成的县市，第1名是台中市，刷落来是嘉义市，第3名是云林县。全台湾平均的订房率差不多是4成6。台北的消费比较高一点，这边比较低，而且我觉得轻松，很轻松。去年来这边人比较没那么多，今年就是下午大概4点5点的就开始多很多了，比去年多1倍。全台湾各地过年限定的市集，嘛是规家伙仔出去佚佗的热点，亲像高雄新乐街和屏东潮州过年的市集，陆续对29暝开始营业。依人影来说的话，这个天气算老天爷有眷顾啦，所以应该一天预计大概2、3万吧，期待啦。潮州真的是人潮很多，我们都从金门全部都包括货柜全部都进来这边做生意。大中下关市下海来赚红包钱，过年市集要食、要啉、要佚佗，啥物拢有。有记伫规个过年的期间，人拢是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本来到过年，对独居的时代甲弱势族群来讲，难免会感觉较孤单。即马新竹华山基金会特别安排独居老人，大家做伙来包水饺、写春仔，互因感受过年的温暖。2天抓着，就一个手。大家为做伙包水饺，哪包哪开感，真心惜。过年时啊，对袂少独居时代甲弱势团体来讲，更较需要关心甲陪伴。新竹华山基金会特别带时代来到社福机关，互时代甲囡仔做伙感受老来的气氛。以前有包过1次，但是目前没有跟过长辈一起包饺子。然后今天有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大家来陪伴阮，还佫有看到这囡仔足活泼的，足欢喜的。
除了包水饺，现场阁安排写春联活动，真侪时段拢笑讲真久无写过春联啊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互家园的囡仔也会当付出，会晓同理心甲感恩。因为这样子，孩子也能够发现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要，而是能够给的。这是我觉得，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里面，让老人跟小孩都能够和睦的相处，孩子跟长辈一起在现场包水饺，然后写春联，那之后就一起欢庆农历的新年啊，一起做围炉的活动这样。大家围炉做伙，食家己包的水饺，除了感受过节的气氛，也互独居的时代过年袂感觉孤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继续来关心，2年前新北市一间国中发生一个少年的甲一个国中生抬颔棍的案件，当日专案定线，不过受害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的结果，发声明批评少年事件处理法是恶法。今嘛有民间团体甲因赞声，讲3月14要去立法院外口真情抗议，要求修法。我之前才跟你说，我们做人必须要明辨是非对错，造成一时名利上红权。有时我都怀疑，我究竟是否做错了。伫校舍的个别室真自责亏欠，唔甘囡仔伫学校组织其他班的同学，真伫教室抬杠，互压倒攻击死亡。判11年、12年等同。我们陪他们审完这个刑期之后，他们过1、2年，他们就可以出来了。2年外前，这件新北国中生关颔棍案专案定案，形容的细龟少年甲西人的少年少女，共判12年甲11年的徒刑。对被害家属来讲，判了无当，更加控诉，伫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保护之下，只要执行1/3刑期，就会当申请假释。今嘛有民间团体成员有个发起定控，针对少年事件处理法的部分，重刑到底它能不能涂销，或者是说它的涂销年限是不是要拉长？少事法里面它还有一个家庭辅导，对，那我们希望去强化这个家庭辅导的职能。暂定3月14上架，这个伫立法院外口诉求少年法修法，有提关少年法的家属底下，未当简单撤销监区。其实1年外前，司法院已经提出修法，将少年定案记录改做无条件撤销，由原地立法院审查。面对这摆诉求，司法院回应，伫无违反世界儿童人权公约的原则下，会妥善精进提出修法。也不过对少年杀人刑案，反对会当采用国民法官制度。社会即将要承接这2位回来啊，我们都知道呢，不管今天时间长短，适度的做匿名化或者给他们一个代称以后呢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接受的处遇的内容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改变状态，这是我觉得非常必要的。专案的2名少年犯将机会会登到社会，要学者建议伫合法的范围内矫正署定期公布2个人的矫正处境甲心理评估计划进度，和全民共同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南投一个妈妈因后生伫台中上班，为去年11月份就开始找无因囝，因为怀疑是互骗去外国，所以伊伫网络顶铺文找人。了后有一个查甫的甲伊联络，讲伊是缅甸园区的主管，爱1万块的美金的赎金才要放人。即马即个后生也毋知生死，老母是已经报案，嘛甲外交部、甲总统府申请，希望因囝会当赶紧平安倒转来。伫网络上打跨国救援信息，住伫南投的亲妈妈伫29围炉之日，犹原等未着后生转来。伊表示，去年11月，家伫台中工作的后生失联，到伊睡厝的所在也找袂着人，向台中市第4分局报案了后，经过调查监视器，才知后生亲像互人带去国外。原来招募者就是他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转介绍，然后把我们家孩子贩卖出去的。其实他就是觉得工作很累，就是有人带他去换钱的，因为警察有来问他，然后警察说他有人看到他摸行李箱。亲妈妈讲，后生失联了后，伫11月初6甲初7，有传信息向家人报平安，了后都无音信。也毋过，伊伫网络发文协询了后，就接到自称缅甸园区主管的查甫人的联系。直接就开门见山讲说，那就是要讲到赔付金，它就是1.6万美金。那时候其实中间我有去斡旋，然后甚至于我有去谈条件，但是我们就是谈判破局。全案目前课证扩大收集相关事证，后续将持续配合检察官
指挥全力侦办。双方谈判无成了后，目前死去10多人，唔知影生也是死。陈妈妈除了报警，也已经向外交部总统府申请，佮透过立委斗相共，也毋过一直拢无得到积极回应。伊表示理解跨国救援有难度，也毋过针对台湾境内有关协力者，检警应该爱有更较积极的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马真流行使用社群网站，嘛去互诈骗集团看广告来骗人。去年掠到这种骗人的广告，就有8万多条，其中 Meta 是占上济。不过警方即马发现讲，诈骗集团即马开始转向流量，抑佫有互动较侪平台 Threads 来诈骗，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。点开社群软体资讯一手掌握，但伫看这物件时阵，爱设置诈骗伫内面。FB 比较久啊，所以诈骗手法也比较多。像 FB 还有什么购物的，所以呢，应该诈骗比较多吧。Facebook 比较多比较年长的人，然后一些广告比较容易被骗，或者是卖东西。刑事局统计，去年通报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累计超过8万个涉及诈骗的广告 ，Meta 是占79900多个 ，Google 嘛有1900多个。面对社群软体这么侪限制，警方分析讲，这诈骗集团的策略已经有转型啊，开始入侵高流量、高互动的新型社群平台 Threads。常常是以时下最流行的，不管是演唱会的门票、周边，或是偶像的商品，或者是公仔、盲盒等等的，去吸引民众浏览。但当民众实际汇款之后，这些诈骗集团的账号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管是红啊、手机啊，还是爱豆、偶演的小物，含演唱会门票这商品的买卖，警方提醒讲要注意是假买卖真早起，尤其若是讲到免钱送的，都要提高警觉。若是安尼，伫国内受骗财产相关的假投资诈骗，嘛结合 AI 技术，假有名人录的影片报名牌来骗人，即嘛是真歹发现迄是假。让一些城市去看它的一些产生的这个轨迹，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破绽。但是以我们一般民众在看影片来讲，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现在的技术会越来越配合的越来越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来讲，那几乎就是说会越来越逼真。影片是真歹分辨真的也是假的，专业学者建议讲，检视发布的粉砖的小号，判断来源敢会当相信。即马诈骗真侪，一个无注意无纠正，就有可能落入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唔知大家敢捌听过29暝传说？其实咱台湾嘛有家己的故事哦。古早有一个丁教去骗玉皇大帝，讲百姓真讨债。玉帝真生气，决定要处罚这百姓，互台湾沉去。伫沉去进前，百姓互相相识，做伙食饭。后来，这个故事就互解说做是围炉的由来。相信大家拢有听过一个传说，就是伫29暝迄天，你的炮啊要放互大声，才有机会甲年兽赶走。毋过你敢知影，这个传说是对中国来的？伫台湾嘛有一个和围炉有关系的传说，伊嘛是一款动物，互叫做丁猴。古早人认为万物拢有神，若神明道顶面的垃圾台内底生号，号做丁猴。伊徛伫咧神明道顶面，责任真大。若是徛无好，厝里会烧起来。毋过因为台湾人拜拜时从来无甲伊拜，引起丁猴不满，去甲玉皇大帝斗，讲台湾人忘恩背义。玉皇大帝听了非常生气，决定伫咧正月初1的时，互台湾岛沉入去海底。台湾人知影讲啊，台湾要沉即只海啊，吼！咱伫咧即个沉岛进前咧，咱就是甲迄个所有神明拢送上天，吼！所以咱台湾的风俗12月20送神。伫咧沉岛的前一暝，家家户户做伙食上尾一顿青草的，所以才会有围炉。围炉了后，是大甲遗产分互厝里的人，也就是现在第2钱，等待台湾岛沉入去海底，大家规暝无困，就是守透暝由来。结果呢，台湾竟然无沉啦。因为咱神明送上天，遐神明去找玉皇大帝解说啦，讲台湾人并毋是安尼无情无义啦。玉皇大帝改变心意，家家户户拢咧放炮啊庆祝。所以第2天小拄，大家拢讲啥？恭喜哦，恭喜！做台语配音员，10外档的圆仔姐姐也甲丁猴的故事写做台语绘本，希望互台湾的囡仔知。较早咧看年兽的时阵，就会感觉讲，甲我的生活的经验。敢若无啥合，后来我才知影讲，其实咱台湾的过年故事有一个叫做丁猴的，了解了后就发现讲啊，
这完全就是我的生活的经验嘛。伊仔姐讲，伊接触过真侪台语家庭，希望台语家庭的囡仔会当有更较侪台语故事册。除了是全台文的以外，伊嘛有提供台语的解说，希望顶高的传说会当陪伴咱的台湾囡仔大汉。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最近咱国产的电影票房袂歹，纪录片嘛有真好的成绩。亲像用民间信仰做题材纪录片《3000有你我唔惊》，放映了后出现一波请新民去看电影的风潮。也那棒球12强比赛纪录片《冠军之路》嘛真受欢迎，互大家真期待续落来的世界棒球经典赛。导演点香牵向祭拜一支香，常在心中毋忘。这部以台湾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纪录片《3000有你我唔惊》，导演用4年拍片，亲自超过40间宫庙，探讨信仰甲人心的连接。1月底放映以来，引起一波宫庙请神明入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热潮。就像我们宫庙会演布袋戏跟歌仔戏给神明看，那只是现在我们请神明去看电影，甚至还会帮他们买爆米花跟汽水。我觉得这就是信仰文化，它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现象，很可爱的一个面向。春节连假国片真出彩的纪录片也有好成绩，像12强赛的纪录片《冠军之路》真受影迷喜爱，像已经第30人名单将3摆代表台湾参加经典赛的球星陈冠宇，也希望大家为中华队加油。投球的训练中，就是让自己接到球，就是不要有太多繁琐的动作，直接就进在投球，准备下一颗这样。投手都还在适应的阶段啊，一定会比平常例行赛还要再赶，但是大家都有在步调上。陈冠宇表示，真介意球迷到场为因加油的感觉，队友目前拢在积极备战，比赛时一定会伫上充分的情况出战，争取好成绩，为国争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年的时阵，大家拢会食一寡上等好格调的好食物，亲像食菜头就会有好彩头，食甜甜万事如意。有一个画家，伊甲过年的食食画甲若像真诶共款，互看落可能会巴肚枵的迄种。即马伊开课甲大家以画图的技术甲美感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响应大吉大利的柑仔佛跳墙、红肉、糖醋排骨，这过年的年菜，全部正做100活冷冷的水菜画。水菜画家贝塔表示，要画实物爱注意彩度袂当伤悬，才袂互多样失真。另外，亲像过年大家拜拜用的法粿，想要呈现出一空一空的感觉，就爱用大笔来画，也是用点的，将色滴慢慢塌起嚟。阁有一项糖醋排骨，透过伊的画笔呈现，互人看到巴肚拢枵起来啊！加一点点深色的变化，好让第一层底色渲染，层次再丰富一些。在菜色的过程中，水分的控制嘛关系到水菜是毋是画的成功。嘛伊水伤济，会当用卫生纸甲挤出来水拭了干，再搁控制适地的动线。贝塔讲，大学毕业了，伊原本伫一间平面媒体设计公司上班，私底下伊搁特别教画室进修2-3档。画咧开始有人建议伊归去开班上课，才互伊变成水彩画家。即马上伊的课的人已经超过100多人。如果你今天画太干，我觉得反而会失去水彩的那个味道，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把水加进来。包含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，今天如果纸张是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，你会比较好做修正。贝塔讲，伊上介意创作的就是食物类的主题，只是有的食物烧烫烫芳上刀，但甲冷啊，色地就凹去啊。想要传承画出食物的光影感，真正是一个大挑战。食物它如果被烹煮过，或者是它质地比较软的时候，会比较难做呈现。好像粥的光影就会比较难去表达。贝塔表示，未来会继续挑战中式的菜色，亲像鱼仔的料理也是糜。希望透过伊的画作，唔但互大家看到食物，感觉心情好，嘛唔望遮尔赞的台湾美食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明仔载天气啥款，随来报你知。北部地区上低15度，上悬17度。
中部地区上低15度，上悬24度。南部地区上低16度，上悬28度。东部地区上低17度，上悬25度。再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19度。还有这3日的气象。今仔日是围炉暝，大家都爱食好饱、穿好烧，平安过新年。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，我是丹妮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